艺术水阁好，搁请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探讨一下台湾人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过去日本时代，日本一个出名人讲台湾人3项破拍：第一爱钱，第二惊死，第三爱面子，爱做官，讲叫做大头病。所以民间流传一寡甲金钱有牵连的俗语，头一句咱来讲经济袂做主，兄哥会做袂久。讲倒句的呢，无毋对，这毋知向实的吼。意思讲兄弟老麻带囡仔，毋是开幼儿园迄个带囡仔哦。即马出来吼，边仔的囡仔呢4、5个讲大哥来，1000摕去叫伊去买槟榔顿免走。安尼咱讲话就当硬声呢。啊，若迄个100个拄出去，去买槟榔50走转来哈。安尼吼，咱就秘手啊。所以经济爱会做主，兄弟人咧讲的，兄哥才做会久。当然讲安尼未必的毋对，啊毋过头拄啊国政咧讲，台湾人的价值观对钱看真重。传统社会确实是安尼啊。人讲人2骹，钱4骹。另外一句俗语话就咧劝安怎样？劝讲吼，若是委托咱做工课的业主要求较无理的，咱人爱闪互钱过。吼，即句毋知向实的，活跳跳呢。恁若甲钱当做一个人，对咱一直来。你毋闪互过，你甲伊相帮一个钱，就去别人兜啊。你着爱闪互钱过钱，才会走来咱的落地啊。这表示啥？表示国政头拄我咧讲，开钱的人、委托咱的人要求若较无理，你爱吞忍。因为过去社会人讲下主人意便是好功夫，有影无影，总是都爱理出公论，安尼会较久长。毋是讲开钱就大声啦，社会咧变迁。讲到社会咧变迁，传统社会虽然看钱真重有即个俗语，啊，毋过现代咱就要重新来甲改变。搁另外一句，较早人嘛定定咧讲啥人来做，拢嘛爱做。意思讲吼，无论想在朝为官做皇帝，啥物人咧欢啦，咱若无做拢无饭通好食，3顿都爱靠家己落去拼。毋过现代无的确是安尼生哦，啥物人伫咧执政，绝对会影响经济变化的方向。毋则讲过去的俗语，咱反省检讨甲参考，嗰种是盲讲交朋友，将英过错误记学条，毋通讲经过100档200档，啊，搁咧互掂度讲台湾人吼看钱真重，爱钱惊死个大头病，安尼就无介好了。